攰到唔想喐多下，諗住今晚早啲瞓，點知攤喺張床又開始碌手機，睇下新聞，睇下短片，睇下人哋去旅行，一睇個鐘嚇一跳，原來已經凌晨2點半，個腦偏偏聽唔到，越想快啲瞓着，越係精神到不得了。明明好攰但瞓唔着，明明聽日仲要返工，個人攤喺張床度，個腦仲開緊演唱會。明明好攰但瞓唔着，明明眼都就嚟黑埋，點解一到夜晚，人生問題全部走出嚟。突然諗起10年前嘅自己，又諗起你覆嗰幾個訊息，再諗下銀行戶口，順便擔心下個月嘅水電費。明明冇人搵我，仲要不停睇手機，明明冇乜特別事，偏偏又唔肯去瞓。明明攰到講嘢都冇力氣，個腦仲係開住機，越叫自己放空，越係諗多幾百樣嘢。明明好攰但瞓唔着，明明聽日仲要返工，個人攤喺張床度，個腦仲開緊演唱會。明明好攰但瞓唔着，明明眼都就嚟黑埋，點解一到夜晚，人生問題全部走出嚟。1點鐘仲未瞓，2點鐘仲未瞓，3點鐘開始後悔，點解唔早啲瞓？明明好攰但瞓唔着，原來大家都一樣，成年人大概就係攰到極都唔肯收場。